Hello，Rina 你好，知道你哋公司品牌咧有60週年咁耐噶咯喎，可唔可以同人哋講下你嘅品牌特色咧？哦，Hello，你好 Alice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Rina。好高興可以喺美容展同大家再次見面啦。大家了解嘅 Nivita 已經有60年嘅歷史啦。咁佢比較特別嘅就係佢係無絲質地嘅，佢係全真空瓶嘅，同埋佢係零添加嘅，冇任何嘅化學成分同埋防腐劑啦。所以對於我哋所有嘅大眾人群，包括一啲比較特殊嘅人群，都非常之友好一個品牌。知道你哋最近咧出咗一個新嘅 product line 咧，就係維美修護系列喎，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咧？咁其實大家用嘅維他命嘅產品唔少啦，咁我哋呢款產品係為咗滿足大家更多嘅需求，所以我哋係一個比較全系列嘅維他命產品。咁佢係包含咗6支唔同嘅需求嘅產品喺入邊嘅，咁都滿足到大家朝早可以用維他命嘅產品，晚黑都可以用維他命產品嘅咁樣嘅需求，係通過佢特別嘅呢個慕斯嘅工藝，係可以解決咗我哋朝早用維他命產品反黑嘅呢個現狀。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就記得快啲過嚟試下啦！